今日就同大家介紹下我哋康寶萊嘅 ABCD Plan。如果你係完全未試過康寶萊產品嘅朋友，可以先揀 A Plan。A Plan 就係一罐營養蛋白素奶昔，香港總共有7款口味俾你選擇。呢罐奶昔夠食20餐，一日袋2餐嘅話，大概用到10日左右，已經可以見到效果，感受下點樣控制體重。至於 B Plan 就係營養3杯水，入面有3樣必備產品：蘆薈汁、瓜拉拿茶同一罐營養蛋白素奶昔。我平時都會教客人，朝早起身先用暖水沖蘆薈汁同瓜拉拿茶，幫身體清理一下，等陣飲奶昔吸收都會更好。透過每日3杯水習慣，就可以輕鬆控制體重。瓜拉拿茶係用南美洲一種灌木種子整嘅，可以幫助腎上腺功能，等你唔易攰，仲可以去水腫、調理腸胃，無論便秘定易肚瀉都有幫助。沖法好簡單，500毫升暖水，加3蓋蘆薈汁，2匙瓜拉拿茶，用飲管飲會舒服啲。飲完隔陣就可以沖奶昔做早餐。奶昔沖法就係2匙奶昔加1匙加佳能蛋白質粉，加水250至400毫升，睇你中意濃定淡。女士一般飽足4個鐘，體重較高或者身形大隻啲，就可以問教練或者揾我幫你計下份量。B Plan 入面，蘆薈汁同瓜拉拿茶大概用到10日，奶昔都係約10日份量。另外 C Plan 就更全面，入面有1罐營養蛋白素奶昔、1罐佳能蛋白質粉、1支蘆薈汁同1支瓜拉拿茶同1罐營養纖維粉。如果你係超重或過輕，容易肚餓，需要額外蛋白質，呢罐佳能蛋白粉就幫到手。加入營養蛋白素奶昔一齊飲，增加質感又飽肚，增強效果。如果你好少食瓜菜，去便便又麻麻，營養纖維粉就啱晒。呢個 plan 夠全面，10日已經有 wow 嘅效果。最後啲 plan 就係全面1個月份量，3罐營養蛋白素奶昔，3罐佳能蛋白粉，3罐營養纖維粉，啱啱好夠食1個月。奶昔有雲呢拿、朱古力、野草莓、曲奇妙脆、拿鐵咖啡、薄荷朱古力、紅豆薏仁多種口味選擇，而蘆薈汁有原味、金桔、葡萄3款口味揀。營養纖維粉都有原味同蘋果味選擇。我好多客人都用 D Plan 配合168斷食同低糖飲食，1個月輕5至8磅，效果相當唔錯。所以大家可以按自己需要揀，信心未夠，怕堅持唔到，就揀 A Plan 或 B Plan。如果有決心，想快啲見效果，1個月目標減5至8磅，就可以揀 C Plan 或 D Plan，悉隨尊便。想試嘅朋友就即刻聯絡我啦，亦都歡迎將呢條片分享俾一齊想減肥、想健康嘅朋友。記得幫我讚好呢條片，follow我個頻道，有咩想問就留個言，多多分享俾身邊人。預祝大家今個月最少減5至8磅，身體